讲哇，你就是带领阮、引带阮，然后因其实敢真正敬畏上帝，毋是？因的心内一直咧渴慕，到底我即摆来的生活要安怎行？所以伊咧拜即个，其实伊是咧期待即个神毋若带领我出来，佮安怎带领我会当佮较丰富啊？但是因忽略去敲揣上帝的心意。提摩太前书讲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在特别甲咱讲起，咱的生命要安怎样？唔通贪财，家己所有的着爱安怎？特别甲咱讲着，咱着爱知足。唔通贪财，就是唔通对物质的过度依赖啦。所以兄弟姊妹，咱爱以家己所有的为足，就是以安尼来满足。这是一种对上帝供应、甲上帝连结的关系信仰啦。所以你会当去体会讲，你即摆生活有咧正常咧生活无？有无？啊，你来为着安尼来安怎？感谢上帝啦！吼，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是做自然的反应，你要了解。上帝互咱的生活，就是这样自然、平凡，甚至一般拢无要紧。以你现有的生活，你着爱抱着感恩的心。所以马太福音书第6章31节到34节讲，我们一起来读哈，咱用华语来读。所以不要忧虑说是什么，有什么，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特别甲咱提醒，咱唔免去看虑，因为咱的生命中间，上帝一直有离开咱无？无啦，上帝无离开咱啦。所以今日圣经在特别咧甲咱讲起，咱唔免为着生活咧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圣经甲咱讲，这拢是外邦人所求的啦。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你的心内常常想到这个代志，你无去想象到，到底上帝爱我做啥物的事，你会发觉你跟一般外邦人是同款的。啊，若跟外邦人同款的，就是跟无信的人同款的。啥物叫做无信的？无信的，就是无法度通得到上帝的祝福啦。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圣经特别甲咱讲，咱来成就伊的国甲义，这物件拢要加天互你。所以我一直咧思考，过去我细汉的时候，常常咧听我的妈妈咧讲啥物呢？讲我的阿嬷吼，过去做善食咧共剃头毛，啊善食吼无钱吼，是去共借钱来奉献啦。我讲妈妈，啊你安尼敢好？你借钱来奉献，啊你嘛爱行人呢？我的妈妈甲我讲，你阿嬷伊借钱来奉献，但是伊一定得安怎去敲找上帝安怎甲伊赏赐啦？伊爱去加倍认真做工无？爱无？爱啊！我才了解讲原来我的妈妈上到细汉，毋是外在环境的困难，伊知影上帝互伊伫困难的环境的中间，爱更加加倍努力，毋那伫奉献的顶面尽忠。搁伫做工的顶面，着安怎认真啊？认真了，最后煞身体我拍歹啊！所以我印象中，我妈妈捌讲起，讲伊伫细汉的时阵，伫个太平境做工友啦，吼伫咧做工友的时阵吼，举即个啥制度刀啊，举甲配货啊，国小哦，国小哦。所以我细汉的时阵，我常常咧听这个故事，我豆豆体会着讲，做主的工着爱认真无？爱认真啊，奉献爱认真无？爱认真啊。但是我常常会想着讲，我身躯拢无钱呢。我一直到愈来愈大汉，到我真做一个牧者，到我真做开始有家庭、有囡仔、有做我伫欠缺中间的时，我要安怎敲找上帝心意的事？我拢咧常常甲主讲，主啊，你毋通互我因为我金钱上的欠缺，无因为教会欠缺。我就因为安尼来失志，无奉献。所以兄弟姊妹，
咱伫新的年，咱来求上帝帮助咱，亲像圣经讲，唔通为着明仔载来看路，因为明仔载自明仔载的看路，一天的困难，一天打就够啊。所以兄弟姊妹，主甲咱讲，我总无安那，我袂离开你，我袂放杀你。兄弟姊妹，袂离开你，袂放杀你是啥物意思？这个袂放杀你，无离开你，代表是上帝伊无放弃咱啦，常常甲咱掠条啦。伫咱伫困难的中间，伊要永远甲咱掠着啦。但是咱人吼，若伫困难的中间，通常会想讲吼，上帝敢若拢无甲咱三甲地地，上帝到底有咧帮助我无？所以兄弟姊妹，当你若掠着甲上帝关系，你会体会到你日常的生活，就算敢若无够，但是上帝就安怎甲咱赏赐教育。所以兄弟姊妹，上帝袂互咱孤单，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咱对圣经的内底，互咱明白，互咱更较深了解咱的生命爱孤单嘛？哈？咱无孤单，信徒无孤单，毋是咱来教会有目外人，毋是这哦。咱无孤单嘛，毋是因为我的亲人拢要伫咧，我无孤单哦，毋是哦。我无孤单，无代表因为我边仔拥有啥物来无孤单哦。咱无孤单是啥？咱有啥物人？有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所以即句话你就会记得，上帝甲咱三甲地地叫做上帝与你同在啊。所以兄弟姊妹，过去我嘛捌有寂寞，吼，嘛有孤单，嘛有无气力的事。总是我甲上帝求祷讲，主啊，帮助我，互我会当重新出发。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底咱知影出埃及记旧约。好，摩西上帝呼召摩西时，上帝讲：我的确甲你三甲同在。你将百姓对埃及甲伊带出来了后，你要伫山顶来侍奉我，这就是我差遣你出去的证据。所以上帝要差遣一个人哦，先一直甲伊讲哦，我必与你同在哦。所以兄弟姊妹，我一直感觉会当伫教会服侍上帝的人，就福气的。好，无论玉成。好，玉成族来到教会，好，伊要无毋捌即个信仰，好，到伫豆豆啊去体会着上帝甲伊三甲同在，好，伫伊所咧超找人生的道路的中间，我相信豆豆互伊去体会着上帝与他同在的事实啊。圣经内底约书亚少年呢，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之后，进入旷野，当他们准备要进入迦南美地。最后是什么？约书亚记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兄弟姊妹，圣经你也甲认真来看哦，上帝拢伫伊的话语的中间，拢伫甲伊的选民咧讲，伊咧甲你三甲地地，伊无放杀你。第三，大笔。诗篇23篇，咱真熟的一段圣经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兄弟姊妹，你若体会到上帝甲你三甲同在，甲你三甲地地的生命，你就会体会到你的杖、你的竿都在牵引着我，安慰着我的心啊。所以兄弟姊妹。新约的内底，主耶稣安尼讲，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耶稣应允门徒的话。上帝对伊的选民信息的行动是无改变。所以兄弟姊妹，我唔知你有看过《民数记》第23章内底，以色列人伊伫旷野漂流接近迦南地的时阵，摩押王巴勒有无？伫迄当时，因为惊以色列人较强大，所以呢，就派一个外邦的先知叫巴兰，巴兰来救助以色列人哦。当伊准备要救助以色列的时阵，上帝却互伊所讲出来的话，毋是救助的，是啥？是祝福的。所以上帝指示巴兰毋通救助以色列百姓，因为因是蒙福的百姓。所以呢，巴兰伊3摆
比巴勒带到无共的关的所在，看这以色列营地，企图要甲因救走，但是上帝竟然伫迄中间安怎，互伊选割出来，变成啥？变做祝福的。你看民数记23章19节，这是巴兰伊是第2摆祝福着以色列百姓。伊讲啥物话？伊特别强调哦，嘿，讲啥？伊讲上帝毋是人啊，的确袂讲白贼啊。伊毋是人的囝，伊嘛袂递到反悔啊。伊讲话减袂照安尼行吗？伊发言减袂安尼成就吗？兄弟姊妹，这个巴勒摩押王巴勒，原底找这个巴兰，准备去救助以色列百姓，结果讲出来变做是祝福。兄弟姊妹，这敢毋是一个证据吗？有当时咱会感觉有人咧甲咱压迫。有人讲一寡话，敢若咧甲咱，互咱感觉无爽快。但是你会发觉，这话讲出来，嘛是咧祝福咱的生命。所以我常常咧体会，我真爱有人甲我讲，牧师，我感觉吼，咱的教会吼，牧师啊，我感觉吼，咱应该爱来安怎的时阵吼，我的心拢做欢喜的。为什么？因为我知影，我想要听听你的声音，我想要了解上帝要怎么样透过你来祝福我。但是过去我袂晓哦，过去有人要甲我讲吼，你可能爱安怎？我妈妈啦有当时甲我讲啥，我的妹妹啦，我的亲戚边人甲我讲啥，我拢感觉有影，无啦，我毋是安尼啦，吼，我拢是安怎以我家己所想的做标准，所以我的心无法度感觉，迄是人要对我的祝福，迄是上帝要教导我修正我的性命。所以兄弟姊妹，基督。耶稣基督，伊常常用不离不弃的爱在帮助我们。所以兄弟姊妹，咱来知影，咱的上帝伊是信实的上帝，阿门。伊安怎？伊安怎帮助咱？上帝伊不离不弃的爱怎么做？马可福音书内底，咱知影，伊医治体格病的患者。伊讲，伊毋惊社会排斥，伊反倒去望迄个体格病的人，伊甲伊讲。这个体格病人甲伊讲主啊，你若肯，你的确互我清气。耶稣伊动了感动，伸手去甲伊摸，讲我肯，你清气啊。然后体格病就离开伊就好啊。这是圣经内底的故事。耶稣安怎不离不弃伫伊身躯边治未遂的人？第二，咱知影彼得看见耶稣伫海面上行路，有无？然后耶稣讲。彼得讲主啊，如果这是你吼，请你嘛安怎，互我嘛当伫水面上行路啦。耶稣甲伊讲，你来啊，彼得就安怎，马上就起来，就落去啊。结果安怎，风真大吼，惊嘛，对无？马上点了，讲主啊，救我哦！耶稣安怎，赶紧去甲伊救起来。讲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犹豫啊？兄弟姊妹这礼拜吼。这个过年时啊，我去参加一个聚餐，这个聚会中间呢，拄好内底有一个学妹，伊嫁互一个穆斯林的回教徒，这个回教，我这个学妹伊是基督徒，真特别，因为伊是基督徒，伊的丈夫是回教徒穆斯林的，这个穆斯林回教徒伊看过6摆完整的圣经哦，伫迄中间伊找我一个学姐，嘛是牧师。用英文一直讲，我英文无介好，但是我拢注意咧听阮学姐咧，含伊咧讲话，到底伊咧问啥？后来我的学姐讲，学弟啊，伊问这个问题我常常毋知要安怎讲呢。伊咧讲耶稣毋是上帝啦，上帝是上帝，伊相信，但是耶稣毋是上帝啦。你敢会当用圣经的话来甲我讲啊，互我了解啦。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我豆你甲伊分享。虽然伊也毋是完全的了解，总是即个穆斯林，即个伊本身是即摆伫现代的医术、做医学的研究的人伊真优秀但是伊豆咧认捌信用甲真理。所以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即个兄弟，伊咧甲我讨论的中间，伊讲：你做牧师的，你安怎看待这项代志？我安尼咧看，敢有毋对？我甲伊分享，我讲你无毋对，你是上帝所听。只要你若相信耶稣
是主派来的先知，嘛是主上帝要透过耶稣来救咱性命的。安尼，我相信你所想的拢无毋对。虽然你无法当相信伊是上帝，但是你至少知影伊会当救你，安尼就好。所以当我甲伊讲了的时阵，伊安怎讲？伊讲我从来毋捌去找到任何一个讲解圣经的人的牧师哦。伊甲我分享伊的感动，伊体会到，伊最后伊是做有礼貌，甲我握手。后来我甲伊问讲，请问你咧做啥物？哇！我才知影伊是一个医生，才有一个研究的精神。所以我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体会到讲，主要甲咱救，是因为咱无法当互伊救，是因为啥？是因为咱信心无够啦。所以咱要去共传福音，咱有当时体会袂到上帝甲咱三甲地地不离不弃的上帝，往往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啦。不是你没有体会到，是因为你的心中没有相信跟信心。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第三，咱知影耶稣为门徒洗脚，有无？有无？彼得伫迄中间安怎？伊讲哦，阮不配啦，吼，阮安尼互你洗，安尼感觉敢好？吼，耶稣讲吼，你若无互我甲你洗吼，你无法当真正甲我做伙同受即个苦，了解伊的行动，了解伊来目的。所以我一直咧体会到耶稣安怎咧，互咱成做一个好的模样。真正亲像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只有基督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为着咱来安怎来死啊！你要知影，耶稣是为着你来死，为着咱的罪来死。为什么伊要为咱来死？因为咱是有罪的人，因为咱是不足软弱的人。所以兄弟姊妹，你要常常甲你家己讲：我来信主，我来信耶稣基督救恩。是因为我是有罪的人，不是单独我来信，伊才有亏力，不是这个代志啦。你要知影我为什么需要这个救恩？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听就伫这中间咱显明出来。所以兄弟姊妹，面对咱本身，面对这个不离不弃的上帝，咱爱做什么回应？注意哦，注意哦。即摆咱要来看咱家己本身，咱要安怎做哦？咱看圣经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到第10节，咱做伙来读吼，你看会到的尽量看，咱尽量大声甲读出来，咱做伙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如果你想要学习成为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你一定要知影你的恩典有没有够你用啊？上帝的恩典够你用吗？够不够啊？你要先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你要知影，你的软弱，伫人的面头前的软弱中间，要显得完全是因为你要知影上帝恩典是够热令的。你才会看到你家己的软弱，不要紧啊，真好啊！我知影我的软弱困难伫倒位啊，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怎么样复庇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遇到什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你得爱伫基督的听的内底去反省家己。无论如何，你拢得爱去大声反省家己。上帝要安怎通过这项代志来帮助我？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互我就算软弱、被蹂躏、被极难的中间、被压迫的中间、伫困苦的中间，我要有安怎？最后第10节说什么？我依然可以喜乐。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怎么样，就可以刚强了。所以你若无法度通体会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互你伫软弱、互人逼迫、软弱抗痛中间，你无法度知影要安怎伫软弱中间勇壮起来。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的话做逻辑的，
伊爱咱撇免物质主义的引诱，互咱会当真正活伫上帝真理的话语内底得到满足。所以兄弟姊妹，第二，面对不离不弃的主，我们应当做什么回应？第二个，我们要在困境当中要信靠上帝，好，爱信靠上帝。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讲：“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右手扶持你。”就算咱伫7年的中间，上帝都要爱咱知影，伊掌管咱的生命，伊爱咱的生命，互咱明白伊的旨意、伊的心意是上好的。所以罗马书第8章28节讲啥？我们知道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就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呼召的人，都怎么样得着益处了。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信心的内底，咱唔免惊，咱无面子，咱就爱想讲，咱互相彼此的关系，要安怎伫互相鼓励、激励、彼此劝勉的内底来得到祝福。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改变，所以兄弟姊妹，如果咱的生命若无改变，你若常常干那要活伫你家己的思想的内底来认捌这个救恩，我搁讲一摆哦，你若要活伫家己的世界内底来认捌救恩，甲认捌耶稣基督救恩来认捌家己，这是无同款的角度。如果你用家己的角度来认捌这个救恩，这是有限的。但是你若用耶稣基督的疼、温柔、无限的疼去认捌咱家己的生命，要安怎得到救？安尼你的生命会愈来愈得到祝福，甚至愈来愈丰富。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生命爱活出不离不弃的神的爱，就是要怎么样？要爱神啊！所以跟你边仔兄弟姊妹讲，你要爱神胜过一切。你要爱神胜过一切。好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好，真正我伫车祸的过程中间，我一直感觉无任何人会当帮助我。就算我妈妈买上好的药啊，买上好的营养品，真正你会感觉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开好啦，因为就是不相信的流脑随意常常都会曝晒在那种危险当中。我每一摆我若想到我家己的病痛的过程中间，我拢感觉拢是上帝咧带领。伫迄当时我倒伫眠床顶的时候，我拢咧想讲主啊，我甲你讲若会使一直倒咧，唔知偌好。但是我即摆一直倒咧啊！我想讲主啊，我不爱啊，我爱认罪悔改。我希望你会互我清楚知影，你是真实的上帝，你是搁真搁活会医治人的上帝。所以我即摆会当徛伫这个所在，甚至经历过牧会过程的中间，我真正体会到这位上帝真正。当咱结连伫这个葡萄树顶的时阵，你的生命就开始安怎会结果子啊！你若无伫这个葡萄树顶面你若无营养分啊，你安怎？你家己会亲像迄葡萄树枝生甲足茂盛，但是就是未结果子啊！有真侪人是像这种生命是结连伫这个葡萄树顶一直咧吸收营养分互家己亲像迄葡萄树枝安怎生甲足茂盛你看我多美，有没有？你看我长得多漂亮，但是它就是不结果子啊。葡萄树不结果实，那就不叫真正的葡萄树啊，那是啥？只不过叫植物啊。咱的生命就爱活出会结果子的生命。咱若结连伫葡萄树顶，咱嘛就爱知影，咱有常常伫主的内底无？圣经讲啦，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有真侪人结连伫这个葡萄树顶，但是他的心没有主。他只要做完礼拜出去，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又依然顾我，过他的生命，过他的生活。不读经也不祷告，
不思想神的话语，如何教导自己的生命？所以兄弟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不在神里面。真侪时阵，咱不是伫主的内底，咱是伫咱的思想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约翰福音书第1章，约翰一书啦，约翰一书第4章11到12节，来，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亲爱的朋友们，既然上帝那么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我们若彼此相爱，上帝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他的爱借着我们完全实现了。求主帮助咱，互咱不相时活伫主的疼的内底，是无论环境如何，咱犹原持续用主的疼去疼咱身躯边无法度通疼的人，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实活出上帝的愿望。所以希伯来书第10章第23节，咱就爱坚持信用哦。咱唔拿着，互咱的生命时常活出不离不弃的爱主爱人。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坚持信仰。第4点，我们要如何坚持信仰？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说：“让我们坚定不移的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因为上帝的应许是可靠的。”所以你要记得，上帝应允是啥？意思讲，上帝答应你的代志啊。上帝答应你的代志是可靠的，意思是讲，你即摆还未看到，无代表未完成啊。你即摆还未看到，你就爱更加有信心来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教会后礼拜要开始有华语礼拜，对无？咱华语礼拜已经将近要到2档的时间咯，拢伫拜六。牧师真正观察真多，发觉讲真正拜六暗时可能暗时有的人目睭较无好，无法度出来。无啦，寒人来到天气寒冷，更加困难。所以呢，咱的华语礼拜伫后礼拜开始，咱改做伫礼拜日的早起11点，邀请你，你会当去邀请你的朋友，你唔通甲伊讲来参加台语礼拜啦，台湾人就爱讲台语啦，台湾人无讲台语，迄华语礼拜唔通去参加啦，迄拢无咧学台语的人啊，敢会使安尼讲？我去别个教会，有的教会真正是安尼哦，迄微信图真正是安尼讲的哦。我讲谁啦？恁的华语礼拜我无啥人啊。伊讲华语礼拜也好，迄华语礼拜拢讲华语的，拢一寡也无要学台语的人啊。我是蛮想讲，你也要讲华语袂啊？伊讲袂啊。我讲你也拄着迄，伊想要听福音的，伊拢讲华语的，你也嘛听无伊咧讲啥呢？你免甲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咱爱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无相款的基啦，会当去接触无相款多元的社会甲文化。所以上帝真疼咱哦，咱的兄弟姊妹中间有真侪人，伊要听主的道会听台语足辛苦咧。伊听华语伊较听有咧，安尼你着爱，你要帮助伊的生命得到造就，是要爱伊听台语，还是要听主的真理？都嘛听主的真理啊！我宁可互伊听有主的真理，比伊要听台语更加重要啊！所以兄弟姊妹，如果一个囡仔青少年，伊无法度通去思考上帝真理，伊是用华语咧思考真理的时阵，你要用华语来讲，还是用台语来讲？你要用华语来讲啊，毋是用台语啊。所以，如果你若无甲这个机会把握掉的，安尼真无彩。咱无法度通坚定不移的持守我们所宣认的盼望。迄个愿望，伫你讲迄句话出来，伫伊心中就无愿望伊啊。了解我的意思无？你要安怎持守迄个盼望？你会知影上帝应允是可靠，是你得把每一个机会会当互主的听来甲伊分享出去。最后，牧师要用一段圣经再来甲咱分享。圣经内底甲咱讲起。因为咱有一个伟大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已经进到上帝面头前。咱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同情我们的软弱，相反的，他曾经像我们一样，在各方面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应该大胆的来到上帝的恩典的宝座前，好领受慈爱和恩典。作为我们及时的帮助，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学习
上帝不离不弃的爱，上帝不离不弃的精神信仰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伊无气散咱的原因是啥？你要活出勇敢的生命，你要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你要活出持守这份信仰的盼望的生命。这就是咱今仔日所要领受的真理。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常常伫伊的话语的中间来认捌主的话，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来到主你的面头前，带着感恩顺服的心志，来向你献上阮的性命。你是信实袂变的主宰，你的生命，你的应允，常常伫甲阮讲，你无弃杀阮，你无放杀阮。无论阮行远打落，主你的疼，拢常常在疼阮。主你的手无离开阮，是要甲阮带伫上帝你爱阮行平安的道路。主啊，今仔日阮做伙伫主你的祭坛前，阮做伙定心来立志，阮要将家己完全的献上，学习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来为着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人。所需要得救的福音，阮单单来跟对你。你捌甲门徒讲，若有人要跟对我，就爱放杀家己，日日排起伊的十字架来跟对主你。主啊，这是何等无容易的挑战！但愿你的疼来吸引阮，互阮愿意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主你的呼召。求你嘛监察阮的心，你知影阮内心有侪的挣扎，阮唔甘。阮做阮的梦想、习惯，甚至阮所亲爱的人，但愿阮愿意学习亲像阿伯拉罕，愿意献上以撒的心，因为阮深知你的计划，超越过阮所想象的意念。主啊，阮愿意为着你的名，放下阮家己，为着家己所需要舒适的生活，阮愿意学习来进入伫主你所呼召阮。传扬福音的调明，无论阮家己的厝边、工作、甲职场、甲阮的学校，无论伫教会甲社区，阮拢愿意用阮的生命来学习主你的款式，来好款待人，为主你的福音，成做一个有火热心的人，互你的福音因为阮来得到保佑，因为阮有好的款式，有耶稣基督疼的款式来得到光夸。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互阮定心立志，合适主的款式，对主来行，得主你的欢喜。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免。这是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咱做伙起立。我心免摇移。我心免摇移，主是上阮我，着较要出现，是阮保护我。我若彼此困求，各项伊要遮，求主若伫阵来，风言我免惊。路途虽然红，主带路一时，我只有着叹，各项伊摆避，世就亲像不分，可这拢无阮，主言阮袂改变，各项拢有准。听我，我拢免失志，伊无放杀我，甲我无杀离。我所经过凡事，在我坚固心，伊有果断意思，要求我到尽。愿听着，要求我脱离，免予撒旦害，对
请坐，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备办心，用咱的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赏赐。上帝赏赐，互咱伫奉献的行动的内底来经验上帝的祝福。奉献是甘心乐意的奉献，是拍对心底相信上帝要甲咱赐福、美好应允的奉献。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甘心。咱依然徛伫这位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依然徛伫，咱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7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归圣父上帝，荣光圣家圣心，三位一体，在地现在地。将来也永远的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坚固阮的信心，互阮的心是忠心来跟对主，无论环境如何，勇敢持守主你听阮的福音，去听人。同心来行主的道，直到见主的面。咱做伙讲，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领导。